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艺人佑胜今年6月被指控，甲3个女子黑白来。3个女子告案了后，拢讲不爱甲告，但是检方调查发现，这个佑胜6年前捌以借便所为理由，到其中一个被害人的厝内，将强制猥亵，就是硬讲卡来手来，这是属于非告诉乃论罪，所以依法甲起诉。佑胜嘛将做MeToo 事件以来演艺界互起诉的第一个。针对这佑胜爱扯顾家形象来帮盘，伊的经纪人讲无要对我回应。我只要知道你心里是爱我、在乎我的，我就觉得什么都不怕。连卡片讲真爱，太太伫咧身躯边，听甲是暗仔伫咧流眼屎。家人佑胜今年6月牵涉着MeToo的风波，爱家的形象毁了了。北检调查了后，今仔日甲佑胜起诉，正做家人界起诉的头一人。从我身后环抱着，在我的胸上，就是僵住的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回应。两种3个人去检方约谈，不过尾啊都无提出告诉。检方调查发现，其中一个小姐伫咧工课结束，佑胜讲顺路会当载转去。尾啊小姐驶佑胜的车到厝，佑胜就讲要变数，要去人家厝内溜放煞，敢若嘛无想要走，讲心情真歹，甲被害者陷害，就趁被害者无方便，甲卡来手来。尾啊被害者反抗，佑胜才竞选，方以强制猥亵罪起诉。代志发生后，佑胜回室咧秘密起来。顶个月才总算搁伫咧网络顶铺文，讲家己伫咧进行先修，搁有心理咨商。10月2日，搁写着家己当日学习家庭好海课，希望当卖将痛苦的人生传互囡仔，嘛甲太太发声，希望处理的人会当同齐做伙加油。即摆互起诉相关可能面对6个月以上5年以下徒刑。佑胜经纪人讲，即摆未对外回应。佑胜正做MeToo家人界互起诉头一人。因为各处好红色名声嘛吵吵起啊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